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蔡小军。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传承169年的基隆中元祭正式展开喽。8公尺高的 Q 版郭子仪主灯在海洋广场点亮，吸引了许多民众跟主灯拍照，也成为中元祭期间海洋广场的新地标。画面上是中元祭主灯的点灯活动，除了舞蹈表演之外，最大的特色就是8公尺高的 Q 版郭子仪主灯正式点亮。3、2、1，开灯！我们最主要设计一个主灯，好，那我们今年的主灯会比较特别，就是唐代的名将，平安史之乱的名将就是郭子仪祖先，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有做一个 Q 版的郭子仪，它只有6公分，那我们今天把它放大100倍，放在海洋广场，那我想这应该是全台第一个郭子仪呢，它的颜色呢，它的设计是由我们一位蒋老师设计的。这个是在2008年就设计好，但是那时候没有把它好好利用，所以我们今年呢把它发扬光大。这场中元祭主灯点亮活动，包括市长谢国良、议长童子伟、吴华嘉议员、文化局长江庭梅及担任轮值主普郭姓宗亲会副主委的郭美秀议员及民进党立委参选人郑文婷议员，还有世界郭姓宗亲会理事长等贵宾都到现场共襄盛举。15年前我也有参加，那15年前我们郭氏宗亲会主普还是一样，唯一我一个女生。那今年一样也是唯一我一个女生。我希望以后我们这些就是女子将就是女子这些郭氏宗亲会的姐妹们共襄盛举，我觉得这个意义很有意义。那今天这个盛举，我也觉得办得非常成功，连老天爷都在帮我们。你看那么好的天气。那我们今年的主轴跟我们的诉求是平安，那我们希望基隆能够拥有更多的平安，然后让大家都开开心心。那当然前几天虽然发生了令人难过的事情，可是我们还是有很努力的把我们未来的相关工作要把它后续做好。总之大家一定要更平安。那今天在海洋广场郭姓中亲会主普的这个中亲会来举办这个我们的开灯仪式，有一个特别一个郭子仪的意象。我想非常感谢文化局，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郭姓中亲会这么认真的来主普我们的活动。那我想我们这样子的文化科仪传承，值得我们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那我想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传统文化，其实越在地越国际。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更多的台湾的我们国际的朋友都可以来认识我们基隆这样发扬这么久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点灯现场也邀请在地团体进行北管演奏，安排现场的贵宾敲平安钟。今年中元祭的主题是平安，市长谢国良也欢迎各地民众中元祭期间来到基隆，感受这份平安与中元祭的文化底蕴。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农历7月，台南市政府以清朝府城3大奇案当中的传说，规划最强女鬼的散步导览路线。除了走访景点，还有美食介绍。市长黄伟哲邀请大家来听鬼故事，游台南。消息一出，线上报名4梯次120位即可秒杀。台南因为是台湾最早开发，所以充满许多民间故事。像出生于姑父妈庙附近的陈守娘，传说因为受入死后化为厉鬼，甚至敢和神明斗法，号称最强女鬼。类似清朝府城的3大奇案，还包括林头姐复仇等等，都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鬼故事。台南市配合农历7月，特别规划最强女鬼的主题游程，把它揭开它的面纱，其实是一个非常丰富有趣的这个节孝的守节守孝的一个故事了哈。那透过这些景点，化阴为阳哈，那化暗为明，大家来参与，然后来导览，然后透过专家这个我们曹老师跟蔡老师的这个专家的口中来陈述这样的一个路线，这个历史的铺陈故事。然后让大家来参与。
观光旅游局透过记者会宣传，即日起开放120位免费报名，届时也会准备府城隍庙的书签，以及永华宫广泽尊王加持过的平安符作为参加礼，让每位参加导览的民众在鬼月出入平安。市长黄伟哲邀请大家一起来听鬼故事游台南。你要说7月不能有恶鬼哈，所以说你看完了最强女鬼之后，要祭一祭五脏庙，好，看完了这几个庙之后，要祭一祭五脏庙，所以来享受在孔庙周边的一些美食，我相信一定是非常好的事情。所以7月来台南一点都不难。这回邀请大家来试胆量的主题游程，记者会发布虽然到9月8号才截止，不过根据了解，消息一出，4个梯次120位名额立即秒杀。记者顾文吉台南报道。因应农历7月，高雄有家烘焙业者创意发想，将美味吐司化身为可以吃下肚的金纸。传统宫庙也因应潮流推出了环保米金纸，让传统祭祀节庆增添了轻松逗趣的气氛。农历7月来临，大多数民众都会开始准备贡品来祭拜祖先，但往供桌上仔细一看，金纸上面不仅有着 Q 版的福禄寿神仙，拜完后还真的可以一片片撕下来吃下肚，而这正是烘焙业者创意发想的千层吐司。师傅大家想的东西是，现在大家都比较喜欢趣味性，尤其现在大家就是压力也都很大，所以我们会希望说，这个比较可爱的，会让大家觉得，我们跟这个台湾比较传统的节日，不管是拜拜也好，或是中元节也好，都好。让更多年轻人去透过这样的有趣的商品，去跟我们台湾有些文化产生更多的连接。对，那当然这个包含福禄寿三尊神明啊，然后到金纸这个概念，其实想要传达的就是对宫庙的一种尊敬，跟对台湾文化的一种就是特别喜爱的那个状态。不止面包业者发挥巧思，把金纸变成了吐司，也有传统宫庙为了提升民众祭拜时的环保意识，推出米金纸，方便信众拜拜完后还可以带回家煮食。庙方也逗趣的表示，这个真空包装保存期限更久。因为我们庙其实就是有时候在政策上的推广或是环保上的议题，其实我们也是尽量的去推动。那当然，如果是比较老一辈的，他们对于传统上的金纸，我们也是会提供。那我们这边会特别再提供，就是比如说这种平安米，平安米就是以米代金的方式，提供比较多重选择。有些年轻人他们对这个东西的接受性还是蛮高的。那这个米其实拜完之后也可以带回去吃平安啊，它的保鲜期其实基本上也比较久。那当然传统上还有其他祭祀品，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多元性的提供。现代人祭拜方式百百种，百工百业也为了因应时代潮流推陈出新，展现了与时俱进的创意，同时间更让年轻人在特定节庆中可以近距离接触并了解传统的信仰文化。记者李章许前高雄报道。再带你来看竹围鱼仙节奇航仙境，即将在8月26、27号登场，由 VR 体验、海鲜美食品尝、音乐嘉年华与教育剧场等一系列精彩的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来竹围渔港欢度周末。3、2、1，请启动！竹围渔港的年度盛会竹围鱼仙节即将在8月26号、27号一连2天登场。这次以奇航仙境为主题，安排了 VR 体验、海鲜美食品尝、音乐嘉年华与教育剧场等一系列精彩活动，邀请民众一同共襄盛举。竹围鱼仙节定于今年的8月26号、27号举行。欢迎全国的游客来竹围渔港，包含我们有千古捕鱼的 VR 体验。那也非常新鲜的渔获很多的优惠，让所有的乡亲好朋友来这边限时来抢购那当然，我们最重要有一个音乐晚会包含我们的文琪还有我们梁文音这些大咖的这些歌手，都会在我们的天幕广场来演唱然后让大家有一个夏日的音乐晚宴那最重要的，我们的2天活动也邀请到包括海波的这个儿童剧团那还有很多的这些新鲜的渔获在现场让大家品尝。这次鱼仙节邀请了众多歌手跟表演者登台，其中包含了梁文音跟张文琪。
期还在记者会中现场炸美食，提前分享竹围渔获的新鲜跟美味。活动当天会免费发送400份炸物让大家享用。来到这个地方，一定要就是亲力亲为的去试吃，然后去看一下市场怎么样。然后它上面袋子已经有写说，在宅配，所以它可以马上就是遍地就是开花，可以寄到高雄，寄到台中，寄到台北。所以我台中目前有5家店，在我们8月26号，就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响应这个师傅的厨艺。对。所以大家呢，真的要敬请期待2627丰富的活动。接下来，现在26号是师傅厨艺。立法委员黄世杰也特别到场参加记者会，大赞竹围渔港的好风光与特色，希望大家8月26、272天都能到竹围参加活动，感受充满乐趣的海洋之夜。这个可以说我们今天记者会可以看到，当天一定会是这个好看、好吃又好玩所以呢，不但有这个非常精彩的表演音乐响宴，也有这个美食的响宴，而且还有海鲜的拍卖我想这些亮点特别适合合家有很多的亲子活动。你看，我们除了表演之外，还有这个儿童剧团也会到现场所以呢适合这合家来这边旅游，来这边参访那也让我们的竹围渔港的这个经济的活动可以带来更多的益处。竹围渔仙节旗航仙境在8月26、27号一连2天登场，有精彩的表演、海鲜直播秀、儿童剧场以及海洋保育教育剧场。活动期间还有消费满额赠，邀请大家一起来竹围渔港欢度周末。记者赖伟一投影报道。基隆2023超跑嘉年华在基隆港东岸地区举行，现场来了100多辆的超跑，展现了基隆港都城市的开放潮流与创新活力。这是超跑直线加速秀0到200公尺的加速魅力。这是第一次，真的大家都蛮开心的。对，希望政府可以多支持啊。过去都是在南部跑，中南部跟东部居多，都在东部居多。对。基隆2023超跑嘉年华 ，Go Go Go！ 能够透过赛车的这个活动，能够带动地方的观光，也能够带动地方商圈的繁荣。我们非常感谢基隆市政府以及相关的各个局处，以及地方的民意代表，大家全力的来支持，共襄盛举。这次基隆超跑嘉年华在基隆港东岸旅运中心与中正路南向车道举行，现场有赛车女郎挥舞着旗帜，为活动增加青春与动感。现场有精彩的超跑直线加速秀、超跑静态展以及在地的文创产业市集，希望用活动来提升国际港都基隆的知名度。这个活动也吸引许多民众来现场体验，开心的跟超跑拍照打卡。开幕现场贵宾云集，包括许多市议员、市政府与港务公司等主管都到场参加，感受基隆不一样的开放与活力。你们年轻人要记住一句话：有钱不可以任性，随便去买车、买超跑、买兰博基尼、买迄个什么上好的车马塞拉蒂、拉塞拉蒂迄种的。要不过呢，你要知影。开什么款的车，要有什么款的技术。其实呢，我一直在呼吁、强调，要告诉你们，要有正确的观念，才能减少最大的伤害。我还是要代表市府，谢谢，包括我们总会包括我们基隆港务分公司以及我们全体的一个市府同仁，让我们这一次活动能顺利。来推动。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是特别危险。而在基隆，从来没有一个海港城市敢在海边的主要道路上面办超跑活动。所以，我们基隆算是，与其说是海港城市，倒不如说我们很敢尝试。
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城市。其实某个程度上也符合了未来有关观光上面的一些元素。超跑嘉年华的现场吸引许多民众全家出动来体验北台湾少见的超跑嘉年华，让基隆这个国际港都增添许多开放潮流的海港魅力。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熊赞是台北市观光大使，今年熊赞生日要出来拼经济，以实际的行动带领熊粉们走访台北各个地下街，发掘台北丰富的美食伴手礼，将好康产品介绍给大家。台北东区地下街进驻好吃好买的商家，吸引许多人潮走逛。台北市观光大使熊赞也特别来此庆祝生日，号召粉丝民众一起到各个地下街挖掘美食好物。台北地下街有一种，对，小孩喜欢呐。你拿到什么？熊赞。熊掌。因为今天是熊赞生日，特地带小孩子来看他。我觉得因为这边人潮还蛮多的，蛮适合的，而且也不会说太爆满之类的，可能会活动会进行得比较顺利吧。其实它就是蛮干净整洁的，就是招牌明亮啊，就是你要逛什么其实都还蛮清清楚楚，然后动线也算是就是还蛮流畅的，对。我们地下街是非常有特色的，像我们的东方不败的武林茶，武林茶呢在这中义商圈这一条街唯一存下来超过5年以上，生意非常好。对，包括我们的老菜包子啊，还有我们的智慧图书馆，大家也可以品尝我们的李明。东区的李明很喜欢去那边吹冷气看书，对，然后还有后面的面包店，然后又走到底的我们的成品书店。其实东区地下街是蛮丰富的啦，所以大家你看现在人潮非常多。那这几年在复苏的时候，这个地下街的包括我们地下街的管理中心也非常的用心来管理这边。那我们逛完之后，我们去哪里？大家一定知道上面的混市集，对，混市集在这2年呢，其实带来非常多的人潮。那现在大家去走一走，很多文青的商品，让大家知道东区没有没落。东区还有什么？还有很多辣妹，对不对？哦，对。你喜欢辣妹吗？对，他是雷达啦，好，他是辣妹雷达。你看他来到这里，不能跟我抢，不能跟我抢。8月都是他的生日月，那我们其实今天熊赞身为观传局的一员。台北市的观光大使，我们就希望今年过年，过生日，他能够就是用实际行动带熊粉们来我们很多台北市的各个地下街，来把地下街好康而且很棒的产品来告诉大家。所以我们欢迎今天是开始第1场所以我们还有9场，欢迎各位熊粉来跟着熊赞来到每个地下街来发掘。每个地下街的漂亮、好吃、好买的地方，很开心今天熊赞第1站就来到我们东区的商圈。那我想东区商圈是台北市很重要的一个商业聚集地，也是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有一点点年纪的好朋友们，都会在东区找到自己的回忆。所以透过熊赞接下来还有9场在台北市各个重要的商圈的巡回。我们都会希望大家在疫后能够出来走走、逛逛、买买，帮熊赞庆生，也刺激一下我们台北市的买气。熊赞带领全场大跳主题曲群舞，抢吸周边民众目光，现场气氛热闹活络，更有从马来西亚远道而来的熊粉献上生日祝福。熊赞借着生日月，在台北商圈地下街巡回，首站除了东区地下街，也到混市集逛逛，邀请民众在疫后出门消费。因为以前其实熊赞生日大概就办了粉丝见面会，因为他其实有将近20万的粉丝，忠实粉丝。那我们想说，其实疫情这3年来，熊赞不要只是自己过生日，他应该也要出来拼经济，帮忙拼经济。所以今年熊赞的生日，我们就把它变成生日月。让他在我们台北的一些地下街的商圈，还有重要的商圈，都能够来带着熊粉们来到各个商圈，
来拼经济、来消费，然后也透过在走动商圈才发觉说，其实台北有非常多的美食，也有很多的伴手礼，也有很多东西可以让你想要花钱哦，这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那另外就是其实今天我们的第一站在东区哦，我们都知道，像我这种年纪的，第一次要买奢侈品都一定是来这里的哦，它等于是这里是台北的百货的原生地。还有它的巷弄美食，只要任何有新的美食一进来，第一家店都会选这里，所以这也为什么今天熊赞我们把它带来暖售的地点就在东区的地下街。对，这东区没落以来，其实市政府投入了非常多的资源进来振兴东区。那这一次呢，观传局也带我们的熊赞来，我们也蛮高兴、蛮惊讶的，因为熊赞毕竟有20万的粉丝。那今天在地下街的时候带来非常多的人潮，那我相信。熊赞在庆生一定会让东区带更多的人潮进来东区来做消费。熊赞庆生活动一直到8月30号，邀请民众一起来追熊，完成指定任务并上传至熊赞脸书粉丝专页指定贴文留言区，还可以抽熊赞主题住宿房1晚、熊赞造型风扇、熊赞运动毛巾及熊赞热气球造型悠游卡等周边好礼。记者翁俊台北报道。高雄市观光复苏，每逢假日各大景点都是人山人海。根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到访人数最多的景点是莲花潭，逼近300万人次。不过，当地的停车问题可能会导致游客的到访意愿。最好是观光客越多越好。今年上半年，高雄市到访人数最多的景点就是位在左营的莲池潭，有将近300万人次到访。再加上1月的高雄灯会首度移师莲池潭，光是1月份的莲池潭就吸引了167万人次到访。居住在当地的民众对于莲池潭的喜爱程度也是相当高。我们天天都来啊，这景点很美的，很不错，所以说我们是每天都来。我们很开心啊，我们很开心是他们会想要来这里玩啊，但是这是好事啊，对我们周边的店家都是好事。根据交通部公布，今年上半年观光游憩据点人数统计，莲池潭292.5万人次居高雄之冠，是去年同期的3倍。而其中莲池潭的指标性建筑龙虎塔是相当热门的观光景点，不但台湾人很喜欢，也受到不少国际旅客的喜爱。不过最近刚好在维修，暂停营业。都是日本比较多，日本人啊。可是现在龙虎塔在维修，这个可能就会比较有一点遗憾，因为这个龙进虎出的话，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虽然莲池潭是非常热门的景点，但是附近店家认为当地的停车是相当的不方便，也正因此影响到客人亲自来到这里消费的意愿。但是唯一遗憾的就是说，这里的停车真的很不方便，尤其是到了假日，我们有些客人他假日他们不喜欢来，所以我们就只好透过 LINE 跟客人讲说，你要不要？那人可以讲我做不爱去，我做不爱去啊！你那去做停车做不方便呢，讲我一停车不方便啊，那我们只好透过 LINE。高雄热门景点莲池潭受到各界的高度喜爱，不论是台湾人或是国际旅客都赞不绝口。但是当地的停车问题可能或多或少也影响了部分民众来到莲池潭观光的意愿。记者郑光佩、庄淑婷高雄报道。再带你来看，新北市立图书馆板桥4维分馆重新启用了，以清晰森林系风格打造，同时升级儿童阅览室，希望带给读者自然、舒适、贴近森林的惬意感。厚朴国小管乐团悠扬的乐声，为4维分馆启用仪式带来温暖惬意的音乐。18号上午，新北市副市长朱棣之以及新北市议员林国春、黄淑君、叶元之和板桥区长陈其正和多位里长一起来为4维分馆重新启用。朱棣之表示，4维分馆是第37座重新改造的图书馆，
升级后的儿童阅览室以清新的绿色调，搭配富含大自然气息的木质书架，营造森林系的恬静氛围，希望市民朋友能够多多来利用。其实阅读是成长的一个开始。那侯友宜侯市长一直非常重视我们所有新北的文化底蕴，尤其是阅读场域的这一块。所以市长在从108年上任了以后，已经完成了6座的图书馆的新建。那同时，那这个是第37座，我们去重新改造，成为跟现在环境结合很棒的一个图书馆。新北市现在有105座的一个图书馆，我们都欢迎市民朋友带着你的家人、带你的小朋友，跟你的朋友共同来享受阅读的乐趣，在这个美好的阅读环境里面一起成长。此外，这一次美国绘制文教基金会还捐了4000本的外文图书，让这里拥有多达13000册的儿童外文图书，各年龄层的小朋友都能够找到适龄的阅读书籍。朱棣之表示，阅读绘本是孩子学习英文的最佳选择之一。为了推广亲子共读，更设置了婴幼儿双语学习专区，让爸爸妈妈可以透过陪孩子读英文绘本，与孩子共同享受玩英文的乐趣。感谢这个美国这个绘制文教基金会哈，在我们视为这个图书分馆这个地方呢，在这一次重新这个启用以后，他捐赠了4000本的这个外籍的原文书。那这个外籍的原文书4000本加进来了以后，我们在这个视为图书分馆里面，总共就有13000本的这个外文的图书，这是我们新北外文图书最多的一个图书馆，而且是 for 我们小朋友，专为我们小朋友而设置的这个外文图书的阅读区。那在整个国际化、双语化的一个发展趋势之下，我相信很多新世代的爸爸妈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拥有国际的竞争力。我们欢迎这些年轻的爸爸妈妈带着你的小朋友，共同浸润在我们国际双语图书的环境里面。4位分馆刚启用，就有不少家长和小朋友一起徜徉在书海中。张小姐说，改建前她就常带着小朋友来看书，现在从空间到动线都更清楚了，也更适合亲子共读。图书馆重新装潢之后呢，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这边的整个的流线型的设计也更适合小朋友阅读到更多的书，而且就是说，让他们能够更适合找到自己喜欢的书，所以说我们觉得就是装潢之后更适合我们家长带小朋友过来阅读。板桥4位分馆改建总工程经费约1920万，藏书超过7万册。为了欢庆重新开馆以及迎接即将到来的开学，将推出一系列儿童外文学习活动，从8月18号起到9月10号，陆续有绘本 ABC、亲子共读 So Easy、英文绘本戏剧体验营、美语地球村和童话王国研习班等活动，欢迎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更多美好的亲子阅读时光。记者赵世渊新北采访报道。接下来我带你来看，3年前在台南安平区发生了追撞车祸，造成了一位骑电动自行车前往补习的16岁学生卓千勇失去宝贵的生命。千勇妈妈詹竹宁在痛失爱子后，致力推动道路安全讲座，更将车祸赔偿金全数捐出，购买了一辆救护车，赠予台南市消防局，期盼能挽救更多宝贵的生命，避免心痛的事件再次发生。这天，在台南市消防局这场救护车捐赠仪式，特别的感人与伤感，因为这台救护车是用16岁少年卓千勇的性命所换来。卓爸与卓妈将儿子的车祸死亡赔偿金全数捐出，购买一辆救护车捐给市府消防局，希望化小爱为大爱，能够挽救更多宝贵性命。神奇的巧合，也让他捐赠到了我们生活区域的安平消防分队。就像换着不同的形式，仍然守护着我们大家。当然，希望大家都不会有用到它的时候。我们也请千勇要保佑这台车上救助的患者都能够安康。感谢协助这台救护车能够成功捐赠的所有人。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出席仪式，代表市民向千勇以及千勇的爸爸妈妈表达感谢。但今天的捐赠，千勇一号特别让我这个感到揪心，也感到感谢。为什么？因为千勇是用生命的代价以及
这个捐赠救护车的方式，能够提醒这个大家重视交通安全。那千勇爸、千勇妈也特别提到交通安全教育，不管是对学生或者对接送的家长，能够强化交通安全教育的话，当然一定会更有效的养成交通安全的习惯，以及内化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一点我们特别的谢谢千勇爸、千勇妈，能够让这个千勇的大爱延续，也能够不只是在救护车之外，能够让交通安全深植人心。千勇爸妈在捐赠仪式后，也与市长黄伟哲交换意见，表示现在的校园交安宣导只注重在国小阶段的学童，日后希望对于国高中也能够补强宣导，加强学生防护意识，避免憾事发生。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下个月就是中秋节，各市的中秋礼盒也纷纷上市。今年唐氏症基金会邀请公益大使谢欣颖出席代言，并以唐氏症画家杨如婷画作作为概念呈现，希望透过唐宝宝的画作，在兵家必争的中秋送礼市场被看见。唐宝宝以特殊造型装扮，化身为星球宝宝，和公益大使谢欣颖一起带领大家遨游星际。今年唐氏症基金会以与星球共舞为主题，推出多款中秋经典限量礼盒。谢欣颖不只出席代言，更拍摄公益影片，号召民众一起认购中秋礼盒。我真的觉得。唐氏症基金会里面所有的礼盒，因为每一次礼盒我都很荣幸，我可以抢先吃到，好羡慕哎！对，而且是很多，所以我很常会分享给我身边的朋友跟家人。是，你知道每一个人都赞不绝口。然后到有时候像节日或者像母亲节，不是会认爱那个认爱礼盒吗？就是我也会自己去订，因为我真的觉得这那么好吃的东西，你应该要分享给所有的人。对，唐氏症基金会中秋星球系列礼盒以唐氏症画家杨如婷画作为概念呈现，推出多款中秋经典限量礼盒，主打款月光森林双层绘本礼盒，以描绘海獭家族彼此扶持的概念发想。礼盒总共有7种口味，另外还有多款设计组合，让消费者无论送礼自用都有更多选择。那今年我们中秋的主题最主要是星球。那为什么会用星球来作为主题？最主要是我们唐宝宝其实他们很会画画，所以我们今天的所有的礼盒的封面都是用唐宝宝的画作。那我们如婷，那你看到的这些画都是如婷的画作，还有一些是我们名人小作所这些孩子的画作。然后我们希望透过孩子的一个画作，然后在礼盒上，那让所谓的社会大众能看到是孩子其实那么努力，而且他们那么天真，可以在画画当中可以表现，而且可以跟中秋的星球来做一个结合。反正基金会有4家的皮具工厂，还有11家的小型作业所。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些孩子，实际上高职毕业之后没有地方可以去，那我们训练他们能够未来可以进入职场。所以我们的小型作业所跟皮具工厂，让孩子都能够可以在这边学习工作，也适应未来怎么样进入职场。那他们也可以很努力的做一些糕饼，甚至做一些包装，甚至可以跟我们一般人来做互动，让他们其实可以未来可以更社会化，然后平常也可以在社区走动，然后让社区了解这些孩子是很可爱。那提供他们一份工作，是我们未来希望的一个最主要的想法。因为一个身障孩子，如果他能够赚钱，能够养家有工作，对父母来讲是一件他觉得很可喜的一件事情了。那如果没有办法训练他们，那他们如果在家里，其实又成为爸爸妈妈的负担，因为父母需要工作。那如果孩子在家里，父母又不放心，所以我们为了让这些高中高职毕业的孩子都能够有地方去学习，所以我们创立了很多的皮具工厂或想做，让他们白天也可以在这边一面学习，一面工作，然后一面快乐交朋友。如婷就是画画能力很好，就是他是从小就有在学习画画的。那其实他在画画的过程中，他的画风是非常就是鲜明，而且有个人特色。那他在创作的过程中，其实老师基本上都会给他一些就是图样。
那图样它其实会结合他的生活经验或是他喜欢的元素，然后去做搭配，就会产出就是他个人很有个人风格的就是画作。台北市劳动局长高宝华与社会局长姚淑文也到场支持基金会，并大赞糕点美味。劳动局长高宝华更当场认购10盒中秋礼盒。我们投入在小朋友身上50万，但是他一生的产值，平均来讲会是8倍，会是8倍。就从我开始可以做事啊，可能18岁开始做到45岁这段时间，产值是平均是8倍。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去切入来看的话，我们应该放更多的教育训练的成本下去，因为它可以减少了非常多其他的社会的资源，尤其是医疗资源。把那些医疗的资源移到了这个教育训练的费用，我想这应该是蛮好的一个做法，而不要因为他没有办法工作，待在家里面，相信他比较容易生病。那比较容易生病，医疗资源、社会资源用的就非常的多。蒋市长其实在上任之后，也一直针对于身障的孩子能不能给予更多的社会福利的支持，一直在努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上来讲的话，也把它当作是一个优先部件的措施。我记得我们在盘点这个南港的这个机场的一个据点我们希望在这里面做什么样的社会福利，但是呢，市长马上拍板，优先给身障。那我想我了解，我也能够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把最佳的据点给我们更多真正需要被照顾的对象。但是因为在整个社会福利工作上，我们真的要面临很多的一个挑战，我们也真的很感谢大家一起来协力。今天有很多的家长，其实大家都是在分享你的经验，贡献你的爱心，然后甚至走出你的热忱，一起来帮助我们。其实今天我们虽然是因应中秋节，但是各位我想今天在座的所有企业都不要忘了，其实我刚刚特地跑去，我是一个爱吃的人，所以我马上跑去看我们的商品。我们除了中秋月饼之外其实我们还有什么芋头酥那甚至你还会看到有所谓的瓦煎烧，还有蛋卷还有咖啡。所以平常的时候，其实企业不用等到中秋节才来买，我们其实平常下午茶时间都可以把它购买好，然后买满。唐氏症基金会中秋礼盒每盒399元起，1盒月饼可以品尝到3到7种精选口味。除了8月30号前订购享有早鸟优惠外，企业订购也额外享有大宗优惠。欢迎踊跃认购，让中秋送礼也能做公益。记者林启慧台北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新北市文化局结合永和社区大学及 Beyond 广场，在永和宠物友善餐厅发表猫猫狗狗好时光。即日起到10月20号，带着永和友善动物店家的地图，前往区域内的店家消费，并盖章集点，即可兑换限量的活动礼包。新北市文化局携手动物福利行动艺术家林宗北及艺术团队制作的2023友善动物店家地图，日前在永和宠物友善餐厅进行发表。即日起持地图前往指定店家消费并集点，10月20日前可以到 Beyond 广场或永和社区大学兑换限量活动礼包。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呢，它的这个从地图制作到整个成果。我们这一次符合联合国 SDGs 永续发展目标的4个项目。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友善动物店家分类，而这个分类并不是所谓阶级的分类，它是一个以便大家好区分的一个分类，也让大家就是说，譬如说你有想带宠物过去，你会知道哪几间不能带，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找这些做。所以我们一共分成4个点，然后最后一个这个比较特别。就是我们在讲，就是有些店家他可能还同时做中途，同时做咨询，同时做救援，所以在这个责任领域上面，就是他们会做更多，那我们一共分成这4点，然后在我们这个每个店家，的店名的附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符号。就是让你做一个好识别的效果。因为我那时候是跟着老师去了戏子咖啡，然后那边的老板他都是那种用汽车、机车，就是很特别的一个店，对。然后而且连老板开店的时间就是表定是2点，但是2点去他也不一定开门，对。那就是从这个过程里面就会发现，每一间店都很有他自己的个别特色，对。然后即便有一些可能因为有很多店嘛，有一些不一定有空间去，可是透过上课的时候可能
有看到照片啊，或者是同学在分享的时候，都会就是可以多多少少去感受到那些东西。永和地狭人稠，5.7平方公里内居住着约20万人口，虐待动物事件时有所闻。计划人林宗北表示，通过数据显示，该现象可能与人口密度有关。当人与动物居住权发生冲突，动物友善店家扮演着缓解的角色，期许能让人与动物间彼此获得疗愈。其实大家都知道，永和它是一个曾经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那在全台湾来说，传统市场跟人口比，它也是密度最高。那我们都知道，其实传统市场多流浪动物就会多，因为它们好生存。那再来，我们还有获得一些数据啦，就是说，譬如说动物受虐的这个比例，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人口密度有关系。所以很明显，就人与动物的居住权发生了问题。那尤其也有人家讲，就是说近年来下面没效的熊追，那永和其实在它那个精神科门诊上面的比例也是相当的高，所以我们觉得这是环环相扣的事情，所以能够透过这些店家，这个让大家认识这些店家，去这些店家其实它都有很强烈的疗愈效果，透过这样子到店家，它有一些软性教育的性质，它可以让这个整个地方可以变得更好。人基本上你跟动物的相处，你可以有一个和谐的状态的话，那你跟整个环境之间的连接就可以做得更好这样子。林宗北透过地图串联起人与动物之间的桥梁，共创友善和谐的居住空间，期许为双和地区带来更多的关爱与温暖。记者苏建明新北采访报道。封闭1周的基隆大武仑沙滩重启了，不少游客一大早就来等待。市政府增加广播设备、警语告示牌，而岸上的救生员不断在现场广播，提醒游客不要超过警戒线。中午12点一到，大武仑沙滩出入口封锁线正式打开，游客络绎不绝，迫不及待准备到沙滩戏水。昨天就先从南投上来到台北，然后今天再到那个基隆这边，所以安排早上就是要来万木山。对，我们7、8点就出发过来这边。这一群从南投来的游客总计18人，成了沙滩开放后首批的客人。为了确保自身安全，泳具、浮具通通带好带满。那个救生艇之类的啊，然后封锁线好像也拉进来一点了。对，比较好。你觉得比较好吗？沙滩开放后，海面上多了一艘动力救生艇。而岸上救生员不断的广播，提醒游客不要超过警戒线。现场游客请注意，现场游客请注意，从今日起，游客禁止出红色警戒线。就是有浪的时候，满潮有浪，或是刚满潮要退潮的时候，那个拉力最大啊。所以我们每天都要看潮汐啊，我们会大概注意到哪个时段。对，像今天满潮就12点半嘛。等一下会最满嘛，最满的时候刚开始退的时候就有拉力了，对，退到快最底的时候拉力最强。同样封闭1周的基隆潮境潜水区终于开放，潜水客一早就准备装备下海，很开心啊，所以马上就来了。大概几点要出门？今天在5点半吧。市政府消防局产发处相关单位进驻现场，消防局派出了3艘机动的橡皮艇借护，现场实施水域预警机制，将随时观测海域状况。今天有派遣3艘船艇，然后每艘船艇上有1位操船手跟2位潜水人员，那总共就是9个人。那其中有2艘是由我们水上救生协会的那个志工来支援，那一艘就由我们消防局的人员来那个支援。消防局出动空拍机进行监测，岸上将安排人力，针对水域环境说明、潮汐时间等安全事项，向游客加强宣导。所以未来我们潮境未来会实施这个潜水证照制度，必须要有进阶的潜水证照才能来这个区域来潜水哈，所以要有潜水证照，而且自己的装备一定要足备。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里的地形地貌，好，就是要清楚的知道这里哪些有比较出现暗流的地方，哪一些是容易有踢到珊瑚的地方，好，就是我们来潜水的时候也注意生态跟地形的环境，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我们的环境。那再来就是潜伴制度，就是刚刚讲说
前办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任何的状况我们要互相注意前办目前的状态是不是有落单，或者是它有出现什么状况，可以互相照应。大武仑沙滩和潮境公园重新开放，政府透过层层的安全措施，希望避免憾事再发生。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为了煮一碗咖喱饭或是一锅寿喜烧，您愿意花上多少时间呢？在高雄新崛江附近的日本店料理老板认为，极致的美味在于厚实厚力熬出的酱汁以及真材实料。对于一种技术的完美，可以坚持到什么程度呢？在高雄玉竹一街上的这间日料店，老板小时候受到日本的料理节目启发，主动到餐厅寻求学徒工作，从最基层一路做到现在，数十年如一日。本着初心，对原料的要求只是第一步，如何忠实呈现高品质食材的美味，以及原汁原味的料理风格，才是多年经验淬炼出的关键。我今天选择是那个荞麦面。非常非常好吃，因为我觉得它的酱料是特别强的，因为我是非常爱吃荞麦面的人这样子，然后瓦萨比也很到底，对，这是我觉得最棒的地方，而且就是吃下去第一口是会惊艳的，对，它的沙拉的酱，对我们刚刚是不约而同就酱很好吃这样。因为我师傅是日本人，然后他们那个地方就都是这样做法，所以我就一样是师承他的方式，就是直接呈现。我做到现在，我都会想说，我就做什么像什么就好。比如说我做猪排咖喱，猪排咖喱的原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要厚切，然后酱要好吃，该怎么做我就这样做。寿喜烧、沙拉什么的，我就是将食物忠实的原味呈现。作为目前一生都与厨房为伍的人，老板对出自己手的料理格外有要求。例如这碗咖喱饭，光是制作浓郁的咖喱酱，往往就得花上一整天。老板表示，他不使用额外的人工添料，以最原始的方法慢慢熬煮，虽然耗时，但味道绝对值得。包括搭配的厚切猪排，也坚持新鲜的现点现炸。我是用厚切的大里脊，然后有带油花。其实它的美味的关键就是我现点现炸。店里的另一个必点美食就是这锅寿喜烧，丰富的内容物多到满出来，包含凡粒贝、草虾、牛五花，还有一大只油炸过的中卷。除此之外，这一锅的精髓就是老板的秘制酱汁。我觉得最关键的是酱汁，我觉得我的酱汁不能老王卖瓜说自己好吃，但是我觉得我的酱汁真的不错，很浓郁。我觉得厨师的最高境界不是刀工，不是翻炒、抛锅。我觉得厨师最高境界是酱厨，就是他是将很厉害的酱汁能够千变万化。对于酱汁的要求与信心，也让老板之后预计推出真空包装贩售咖喱酱与寿喜烧酱。老板说，对待料理要宛如初恋的坚持并不容易，但他仍持续钻研，希望来访的客人都能品尝到酱厨知道的极致美味。记者周福庆、李凡飞高雄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嘉新闻，也欢迎您到中嘉新闻的脸书及 YouTube 按赞，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非法机上盒经销商强力查缉，查获778台非法机上盒，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看到一则则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重可处2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所以请大家检一氧化碳终结者 NOCO 奖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NOCO 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罪犯才累计加重，罚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